迎大家收睇新聞。上個星期爆發嘅全球性金融海嘯，使到全球各行各業嘅行情慘淡，世界各地嘅人都進入恐慌狀態，自殺嘅事情不斷增加，全球每日嘅自殺人數不斷嘅上升，當中亦都包括好多因為承受唔住壓力嘅心理諮詢師。各國政府首腦緊急召開嘅高峰會議已經進入第5日，但係到目前仍然未有有效嘅解決方案。美國嘅基督教精神領袖紹摩西牧師透過媒體向世界各地嘅宗教領袖發出迫切禱告嘅要求，我哋一齊嚟睇下。我為咗呢一次嘅世界經濟大災難禁食禱告多日。喺禁食嘅時候，上帝講俾我聽，呢一次係一次空前絕後嘅大災難。世界嘅經濟將會喺今日完全崩潰。保羅喺聖經入邊講俾我哋聽，第一要為萬民禱告。作為基督教嘅領袖之一，我呼籲世界各地嘅基督教領袖一同嚟為着世界去守望、去祈禱。僕人為咗奉召作聖徒嘅主僕們，衷心感謝我哋嘅上帝。世界因為你哋嘅守望而有福啦。千幾年以嚟，我哋因為各種唔同嘅歷史而分裂，但係所有屬神嘅子民都希望聖而公之教會能夠重新合一。而喺呢一個面對共同災難嘅時刻入邊，亦都係上帝俾我哋一個最好嘅重新復合嘅時刻。冇錯。如果當我哋都冇辦法彼此相愛嘅時候，我哋點可以期望出面嘅外邦人都歸順我哋嘅上帝？願那使基督復活嘅復合之靈激勵我哋走向教會嘅合一。願藉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啟通，從今時直到永遠與我哋同在，亦都藉着我哋嘅禱告，能夠去保守呢個世界，讓全世嘅人見到我哋嘅見證，都因而信主。由聽日開始，我哋將會每日都喺金牛像前面禁食禱告，神嘅介入會使我哋避免呢一次嘅經濟大災難。讓我哋一齊跪拜耶和華，除他以外不可有別的神。耶和華必然使經濟復興。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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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一班唔係世界各地嘅基督教領袖咩？點解會咁㗎？簡直荒謬啊！ Jessie， 你睇下《啟示錄》嘅預而家上演緊啊！點解咁講啊？佢哋都係為世界經濟禱告啫嘛，都係想造福人類。佢哋而家根本都唔係敬拜緊神，佢哋敬拜緊馬門啊！你知唔知點解啲人咁憎基督徒啊？就係啲基督徒成日都自以為義，喐啲就話你嘅信仰唔純正，拜假神。但其實啊，自己啲人又有啲咩好見證去幫人啦，淨係得個講字。我勸你啊，都唔好成為呢一種人啊 Jessie， 你自己聽我講啦。聖經上講話，基督徒喺呢個世上唔可以愛金錢多過愛神。但係呢班人表面上喺度拜緊神，其
其實佢哋根本就一啲都唔愛神，佢哋講金錢咋，佢哋甚至可以將金牛當係神咁拜，呢個根本就唔係我哋嘅信仰。你唔好將我同你擺埋一齊啦！你知唔知我所認識嘅神啊，係唔係一個憎恨財富嘅神？你知唔知佢仲應許我哋啊？賜俾我哋好多好多嘅福氣，享之不盡。唉，呢個絕對唔係我哋嘅信仰。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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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停喎，你哋，你知唔知你講咩啊？呢位朋友，我哋喺度為咗全人類嘅福祉去祈禱，有咩問題？你哋呢班世界嘅領袖，根本上就係假先知、假牧師嚟，簡直係放肆！你竟然夠膽喺度公然侮辱神嘅僕人，唔通你唔怕神嘅懲罰咩？神嘅懲罰，你哋先係毒蛇嘅種類啊！俾地獄個火燒嘅人就係你哋啦！主啊，求你饒恕佢哋啦！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喺度講乜，竟然喺呢度講一啲褻瀆你嘅説話。求你原諒佢哋，佢哋唔知道你所做嘅。耶和華係全人類嘅上帝，我哋都係屬神嘅子民，凡屬佢嘅都當嚟跪拜佢。喺呢一個世界局面之下，我哋唔允許任何破壞人類和平嘅憎恨者存在。佢哋都係人類嘅公敵，敵擋上帝嘅惡勢力。我哋走啊！一齊走啊！歡迎大家收睇新聞。全球嘅經濟正喺度迅速咁復甦，有經濟學家聲稱呢一個絕對係冇可能嘅事，而大部分嘅人都相信呢一次之所以能夠渡過危機，全靠上個星期日各國嘅宗教領袖喺華爾街嘅金牛面前所做嘅同心禱告。世界各地嘅人亦都開始積極參與各種宗教活動，各國各城市鄉鎮嘅基督教教堂都擠到水泄不通。而美國嘅趙摩西牧師亦都透過媒體向全球嘅信徒發表演講，我哋一齊嚟睇下。對於新紀元人士嚟講，呢一次係一次屬靈嘅大覺醒；對於回教徒嚟講，呢一次係真神阿拉聖戰嘅大勝利；對於中國人嚟講，呢一個係儒家所講嘅世界大同；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呢一次係啟示錄所預言嘅屬靈大豐收。呢一次係全人類同胞弟兄姊妹相擁抱嘅時代。呢一次係全人類一齊返到上帝懷抱嘅偉大時刻。哈利路亞！但係喺呢一個偉大嘅時刻，有好多令人心痛同埋唔明白嘅事情，就係始終有一班嘅憎恨者唔肯擁抱呢一個新嘅世界。邊個係憎恨者？憎恨者喺邊？佢哋敵擋全人類，敵擋父上帝。憎恨者就喺你嘅身邊，就喺你嘅附近。我哋啱啱全球各國嘅精神領袖開完會，而家我想請彼得神父上嚟同大家講下有啲咩嘅解決方法。我哋會成立一個大宗教，由今日開始，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向當地嘅政府報告、宣誓同埋簽名加入呢一個大宗教。呢一個並唔再係回教，並唔再係基督教，亦都唔再係佛教，而係叫做人類大同教。而喺呢個主日都唔嚟簽名嘅，將會受到可怕嘅排斥同埋懲罰。我哋一齊為咗我哋嘅人類大同教一齊嚟歡呼！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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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哈利路亞！阿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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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
佢又真係嚟？上次你有冇見過呢班人嘅真面目啊？係啦，係瘦嘅印記啊，我記得。佢哋嘅手同埋額頭都有嗰啲印記，應該係魔鬼嘅僕人。咁樣，我哋可以做啲咩呢？但係憑我哋嘅力量，又好似咩都做唔到咁喎。我哋可以組織一個護教嘅小組，成員一定係要知道呢個大同教嘅來歷，同埋未向呢個假神屈服嘅人。記唔記得我哋有個 Facebook group 啊？係，我哋可以用嗰個 Facebook group 去召集人，你可以用你團長嘅身份去接咗一啲有心嘅人喺教會度，我哋可以一齊聚會，一齊諗下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我會喺 Facebook create 一個 event。但係我唔係好清楚呢班弟兄姊妹係點樣樣嘅，我又未見過佢哋嘅真人。真係好希望佢哋係一個肯承擔嘅門徒啦。